大家好，我係 Master 孫，今日同大家講下12生肖嘅2026年桃花運同埋家庭運勢啊。屬雞嘅朋友，如果你今年咧仲係單身咧，今年就有講究啦，精準出擊。農曆嘅4月同埋年尾嘅12月，如果有親朋好友介紹對象俾你咧，一定要認真對待啊！已婚嘅屬雞嘅朋友嘅家庭咧，喺農曆嘅9月份咧，適合一起去制定一啲計劃，例如3年計劃啊、5年計劃啊，咁樣可以增強你哋家庭嘅運勢㗎喎。如果想增強一下屋企嘅呢種婚姻緣啊，以及呢種家庭緣啊，可以佩戴一下黃水晶啊。黃水晶咧，佢招正緣啊，夫妻之間咧合作就非常之柔和啦，非常之和諧啦。大家仲想知道多啲咩運勢呢？記得隨時隨刻喺評論區咧同我講，記住點讚關注，我會同大家分享更多嘅家庭同埋婚姻和諧嘅小妙招。